你是搁咧创啥啦？最近的歌唱，最近的歌唱，不管伊建设地点，不管伊爸母地巴，只要我演员出来，无人会当甲我家己，只要我上紧、上拍、上大。停，要去红歌啊！毋是啊，网友讲10个秒以内无要紧啊，我唱足紧的，应该是无超过10个秒啦。哦是哦，啊你今仔日是安怎要唱歌？因为咱看到今仔日内面，就想要唱这条歌。哦。人是正正当当咧卖车的人，互你讲甲敢若是迄赛车的选手。哎哟，毋是啊，人我就无驶过好车咩，驶好车占油门，驶着好车惊人偷，大厝歹摒扫。喂，你无唱15秒呢，安尼还佫继续哦。你较正经的啦，人伫边仔等足久啊呢，还是要开始无？好啦，安尼赶紧来开场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抑佮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 YouTube， 来欢迎，好，搁一个哦。YouTube 频道小狮汽车男主角小狮本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狮。欢迎，你直接讲是你小狮呢？哦，我小狮。你要讲休息，按到后壁。哪？我拄仔听你讲频道，我想讲导游伫倒位。大家一定感觉足奇怪，是安怎我的小狮无要念华语？咱若是无念小诗，大家会毋知影是啥人。对啊，因为大家看 YouTube 拢伫遐讲小狮汽车已经讲啊惯势啊。安尼小狮哥，敢有人用台语甲你叫？无呢，大家嘛拢叫小狮呢。所以讲台语的阿伯拢会讲，小狮我甲你讲哦，小狮带客10万来。系啊，自动拢会转做华语，哦，自动拢会转的，足奇怪。可能小狮无好听的款，听起来湿湿淡淡的感觉。我感觉抓袂牢，可能伊会水塞车，伊会黑白塞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安尼顺续请小诗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敢好？好啊，无问题。来，大家好吼，我是小狮吼，我本身是这个小狮汽车的负责人。吼，阮主要是咧卖即个二手车的买卖啦，吼，一间小小的柑仔店。小足大哦，走一年可能30分钟哦。对，过来另外一个身份嘛，足特殊的吼，就是毋知为差不多2年前吼，开始有咧拍一寡影片，吼，放喺 YouTube， 甲大家分享吼，足侪即个关于二手车的一寡眉眉角角。但是当初啥那会，就是这嘛拄好是咱的第2条啦，就是想讲当初是啥物款的机缘，才会开始想讲要翕即个影片。我定下咧讲一件代志吼，你若足爱食蚵仔面线吼，叫你逐工照3顿食，你原来吼嘛是感觉食久嘛会变歹食，食久嘛感觉足神的吼。共款，我当初是因为对即个二手车，莫讲二手车，对车有兴趣，对，吼，所以我才踏入即个行业吼。但是做久了后，我感觉车较安怎看吼，看久已经变一种商品啊，你知影？已经热情已经慢慢啊消退啊。就无感觉最近敢若足侪少年人就爱看即个 YouTube 吼。我想讲无来拍一寡片啊，来拍一寡片啊，来甲人分享讲你买二手车有真侪眉眉角角，因为大家吼足惊买二手车去互骗嘛。对。我以早会踏入即个行业嘛，是因为我去即个二手车行吼，买着车买着大浪车、小浪车。大浪车。贷款的利息吼，去互办甲足悬的。足悬的，毋是讲有车会当做抵押品，迄利息拢会较低。因为你若办了悬的时阵吼，车行会使有红包通好摕啊。哦，佫有红包会当抽。迄当时少年打退伍转来，买一台车，结果吼，讲假啦。对。当作赚啦。尾迄个车吼，一直修理无大劲吼，最后想讲卖修理啊，要甲卖掉吼。想袂到即个卖掉的金额，佫无够还贷款。哈，那惨啊！所以等于是即个做兵退伍转来了的1-2冬吼欠的钱，全部拢吐等于互伊啊，拢向骗伊啊。所以吼，我也想讲，咱也会使拍一寡影片，吼，来一寡互咱即卖的少年人吼。对。较了解二手车咧，莫因为安尼出去去用，迄个等于讲，敢若我以早安尼去用讲判的感觉，来甲因即个，互因吸收一寡
即个咩讲啊？地色，嘿，吸收一寡遮个知识吼，我感觉嘛不还袂歹，嘿袂歹，嘿，我感觉嘛袂歹。这袂歹，因为其实伫咧介绍就是小师哥因进入咧介绍讲修车，还是讲注意啥物，佮其实嘛有介绍讲因一寡车修转来，差不多要安怎修理，其实拢有一寡妹妹角角伫咱影片内底。咱等下后尾的问题嘛继续来问，好，过来。过来就是想要问讲啊，小师哥拍出来影片内底有知识啊，嘛是真趣味。那安尼想要请问你是安怎找出你伫咧镜头前，就是想要展现出来风格，还是讲你本人私底下就是安尼？我感觉毋是安尼，毋知。其实吼，咱原仔私底下嘛是真有气质的人。真有气啊，对啊，真诶，真诶。对吼。啊，但是即个当初吼，因为其实嘛有一寡电视台吼，拢会请我去上节目，啊嘛是伫电视节目吼，甲人分享遮个美美角角。对。啊，因为迄电视的录影吼，拢介认真啦。对。即严肃的，你袂使。阮遮嘛做认真诶啊。对，甲恁遮差不多，所以我即摆讲话拢介注意，拢惊讲着话。无紧，咱会加掉啦。啊，所以吼，我拄开始咧拍片的时阵，我嘛是用即种。做严肃。嘿，敢若上电视迄种哇。足认真诶啊！我感觉安尼啊，敢若你教学生啊安尼吼，一步一步安尼翕，结果无人看呢。对啊，一打开始诶时阵，就较像迄种你看到迄种，就是人伫介绍车诶节目，足严肃啊安尼，看甲困去诶咧。嘿，无你练笑话，拢足认真诶咧教。啊，尾啊吼，因为咱私底下咱讲真诶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嘛是会讲耍笑嘛，吼是较活泼安尼吼，毋是讲足严肃诶。所以我想讲啊，无吼，就甲咱私底下安尼较爱讲耍笑诶即种表现吼，拍咧片仔内底互看，想袂到讲穿起来，嘿，大家较介意看即种。所以我尾啊，我就算讲有了解一件代志，是安怎以早吼，咱拢感觉补习班诶老师咧上课，吼，咱感觉较袂爱困，较好笑，会讲笑话，较听会落。学校老师教样足无聊对，所以吼，我感觉啊，这可能就是即个差别伫遮。咱爱敢若补习班的老师共款吼，即个聊聊啊，要讲即个教育的即个即个时阵，咱嘛是爱讲一寡笑话，互人听会落。莫讲看咱的影片，看甲咧拄久。嘛是。对，啊想袂到，安尼讲耍笑，啊尾啊，逐个敢若较爱即种吼，较爱即味啊。对，较爱即种感觉，所以后尾啊，就感觉好像敢若蛮风格都是安尼。对，敢若真侪人介意即种风格。所以就是你私底下嘛是安尼，就是足笑过安尼。对啊。乱讲。无啦，无乱讲啊。白边我咧讲，当初是我敲电话啊，就是讲要邀请小师哥来时阵啊，伊讲敲来讲。你好，我姓施，请问我想讲谁啊？诈骗集团哦，非常正经到我根本就是毋是小师哥安尼。伤气质啊，伤礼貌啊，还我惊着。无咱基本上的礼貌嘛是爱有的。是啦，声音伤好听，无较熟安尼。等咱较熟的时阵就无共款较三八安尼。声音伤好听啦，知影谁喏说来去用拍去啊。毋是有声音啦，哦，有别项有咱气质啦，气质。其他迄无会使加。有气质。好。想要问讲，小师哥，你即摆目前你的频道啊，我有甲你看，你即摆已经325000人。无8000啊。325000啊，8000啊，已经8000啊。夭寿哦。这2天的时间已经8000啊。我上增加3000呢，那厉害，该使分一寡互咱。啊，想要问讲啊，恁目前主要甲恁看的遮的，就是收看的观众，差不多拢是几岁到几岁？其实这我拢真有注意吼。上早吼，差不多我的即个观众朋友的岁数拢差不多伫咧35岁至45岁。35岁至45岁。是上济啦。对。但是尾啊，我感觉安尼袂使。嘿。因为我拄好一开始有讲吼，我咧分享遮就是要互一寡少年人来看。少年人讲，因为因较无即个社会经验嘛。对无啊？少年人来互因知影，以后吼莫互因去互骗，所以我尽量吼，我拍一寡片仔拢尽量较符合少年人介意的迄种风格。慢慢啊，我就一直咧往即个方向落去做吼。尾啊，我甲我即个算讲观众朋友的迄个岁数吼，即马上济伫咧25岁至35岁。25至35。本来是35以上哦。35以上。到55岁是上济。55岁上济。无啦，阮阁有80岁的咧。阮台语台阁有80岁的。
对，所以吼，我即摆就是吼，尽量讲，我阁希望阁会使阁较加咧。但是佫较加咧，就会变做讲，即摆囡仔毋是差不多爱20岁才会伫买车，因为出社会，大学读了22啊。袂要紧啊，阮小司汽车是即个想要久久长长落去经营的嘛。哦，伊会大汉呐，我对啊，会对啊，伊会大汉啊。我若互伊伫迄即个3岁时阵，就知影小司汽车。知影有即个品牌伫我的头脑内底，啊大汉了。真巧呢，品牌的信用啦，信用。系啊，所以我感觉讲即个，我阁希望吼，即个会所会使阁互伊降较低咧安尼。所以你即摆听起来意思就是讲，进前开始较认真咧介绍车的时阵，是拢较吸引一寡，就是年岁较大诶，想要知影车的人来。啊，但是即摆大家感觉做趣味诶，当做其实我嘛真感觉下班的时阵哦，罔看听迄小四哥安尼伫遐咧开讲介绍车，气质嘛足趣味诶。所以即摆看到恁。邀请我来，我就足欢喜的，代表我有成功啊嘛。对啊，我会所，对啊，你看我差不多20几岁。有吸引到少年人啊，代表讲我有进步啊。对，因为而且如何阮 Podcast 的听众，目前啦，甲拄则有先看，阮即马上济第一个听众是18到22岁。哦，安尼比我较迄落，比我较但是阮这是逐礼拜无共款，因为阮会一直变动。阮会看来宾，像阮顶礼拜是。柯富凯，你敢捌？台语歌手，台语歌手的时阵，迄当阵就是查某的卖种较济，伊的歌卖较济查某囡仔，啊，迄当阵就是差不多是20-30岁查某囡仔较济，啊，但是顶一届是迄大嘻哈时代，你知无？哦，我知。润少来的时阵，迄年岁就较低，所以差不多20几岁遐。所以我即马开始爱唱一寡 hip hop 迄种的。你真要唱嘻哈迄种，我要巴肚枵。哦，应该是。我顶工唱过。可能今仔日直播都会听到。你等下暗时直播，就会使唱。对，我往即个方向落去拍拼。因为其实即马唱嘻哈的差不多拢是一寡少年囡仔。啊，尤其是我毋知你有看最近迄呆呆啊，佫有几啊间因的嘻颜社、嘻哈研究社，因都有家己出唱片伫 YouTube 顶管，对。无恁嘛算今仔黑边甲白边嘛算真特别啦。对。因为我后台内底我的观众朋友吼，敢若4%是即个查某囡仔的观众。4%。哦，所以你看你有特别无？夭寿哦。恁伫4%内底。哇，欢喜甲！其实我是查甫的啦，我是头毛足长的。你等下我甲假头毛拔落来，你看。好，过来想要问讲啊，小师哥做 YouTuber 了后，你的生活敢有啥物改变？其实吼，我的人足平常心的啦，拢共款啦，只是有当时啊，出去会去用认出来。你是迄个。迄个许孝顺，啊不是，无啦，真正有当时啊吼，就即个甲人挨下自己的翕一下相安尼啦。但是嘛真少啦，我一直感觉讲，其实人讲迄个网红台语要安怎讲啊？网青，拢会使就是伫网络面顶足青的人。对，人讲敢若网青安尼，但是其实我感觉。我原来生活嘛是拢共款的，逐工上班啊，该做的代志。其实拄则小师哥拄一路车，我就伫遐甲偷翕，拄迄草埔仔边开始翕，讲小师哥来啊！啊，白边去接你的时阵，我嘛伫遐甲翕。啊，敢有啥无共款啊？共款啊！嘿啊，边食3顿啊，放屁我哪会吵？共款啊，嘿啊。无啥物改变，差不多。无啥物改变。啊，但是敢有人会因为讲，譬如讲你即摆是网青的，讲哎呀，你网青趁遐济钱啊，算较俗咧是啥？应该嘛是即种人对无？其实嘛是，咱讲迄叫啥酸民哦。酸民。对无？要安怎讲哈？酸民。酸民。其实网络上也是百种的人拢有啦。网络是假，网络是网仔伫行的路。安尼，对，我拢讲网络诶，网络，啊，可能咱大诶所在无共啊。无啦，我较中部，你可能较会讲。我中华人。我中华。啊，本来想要体解，煞无法度。袂赴。啊，袂赴。咱就即摆开始改就好啊，网络。网络吼，好来，我网络我会想到春花网络呢。网络顶啊吼，啥物人拢有啦吼，当然有即个较歹意的嘛。但是我感觉吼，好意的是大部分啦，咱讲真。所以其实真侪即个观众朋友哈，来甲咱买车吼，拢会感觉讲，安尼你敢会趁钱吼？
对啊小师吼，会烦恼你的是烦恼讲你爱趁钱哦，小师你嘛是爱趁钱啊，因为咱讲真诶吼，咱即摆咧拍拼是讲要互即个以后吼，因为以早吼，咱的顶一辈吼，听到二手车拢哇就就恐怖诶，迄去买毋知会去互骗去无安怎吼？但是我一直咧努力的所在，就是讲方向，就是讲吼，希望吼以后少年囡仔吼，伊要买二手车的时阵，伊免惊较济。对。吼啊，因为咱的即个伫个头前吼，你做遮个影片啥吼，互其他的即个二手车行吼，嘛会使感觉讲，咱好好啊做生意，莫来共骗吼。其实会使生意会使做啊久久长长安尼吼。我希望有即种效果伫个，吼，所以咱拍拼方向伫遮。所以我感觉讲。我拄仔要讲啥？我拄仔是咧，你的问题是啥？我若讲到家己袂记哩。问是讲，哈？你做网情了，敢有人因为安尼讲，你对啦。你安尼就是网络有趁钱啊，车干啊，我嘛真真正有讲诶。无要紧啊，拢做好诶啊。嘿，所以基本上我感觉是好诶较济啦。好诶较济。好诶方向较济，嘿，其实逐个拢好意较济。但是我嘛想要知影讲，就是因为我看你。像你估车啊，估价啊，是创啊，你其实你有讲一个，就是你差不多你的范围，但是你遮的范围，你敢有甲拍片的成本放入去？我感觉是无呢。其实我咧做代志吼，拢无你看啥物，拢无你顾成本。咱拢是先看。你看阮小师哥手骨真粗的知。无，咱是先讲吼，看会使莫先伤身体，才来。讲效果安尼啦，所以吼，我主要是讲我的个性就是吼，既然要做的代志，咱若想要分享出去吼，互大家知吼，咱就袂使去后壁去算甲较骄稳啦。其实我拢无算甲骄稳，我拢以即个目标为完成吼。会当达成为完成安尼。所以当拄拍片较近，你敢有就是加买一寡器材啊，还是加买？迄毋敢算。算会可能困袂去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咱的迄片头啊，那个嘟嘟嘟嘟，迄个片头是谁分的？我分的。你分的？我分的啊！我他分7749届，才会当用一届尔。我当初想讲，到底是谁分的？我想要知影。他分7749届，才会使捡一届起来用尔。观众朋友啊，你有听到？这是有网友指定请我问的。无啊，小学的时阵拢会学啊，老师会教。但是都趣味的呢。迄条歌都趣味，就是迄个破音的程度。跳工啊，跳工爱破的。做趣味。啊，无片头人看就想要困啦。对啊，我想要问讲，就是一台车的组成是有足侪，就是真侪零件所造成的，大大细细，就是有项足侪。那想要问讲，就是过来，就是要请小师哥，就是专程莫用华语，敢若用台语啊，是日语、英语即寡物件来介绍，你敢有法度未来？拍一片来挑这个，其实我已经拍过啊。足久啊，还是真正尔？有一个迄个车评吼，叫做 Andy 老爹吼，有一届，有一届来教我拍片哦。对。真正就是专程用咱讲台语来讲。啊，迄个观众朋友反应嘛袂歹，因为真笑亏啦。对。咱坦白讲，即马吼平常时逐个拢是迄个华语甲台语南做伙讲嘛。对。吼真正吼要叫你讲。规定你袂使讲华语的时阵，其实有当时啊真笑亏，较困难。对，想讲安怎讲？中用的都袂过来，袂过。对。所以以后嘛是会有机会嘛是会真的哦。哎呀，我感觉嘛真趣味。小师哥，你敢知影讲台语有字通写？有字通写，我知啊。对，你看我即摆卡本，你就知影。有啊，我知啊。未来敢有机会，就是即摆其实足侪人，其实足侪 YouTuber 拢会甲一寡字放入去，然后做日。文化部嘛才出一篇，你有看迄个水母叫啥？水梯水母规工的，我看迄个头用放起来，对，头用放起来我直接好，你无代志要甲我头挽起来，规工的。对，就是迄个像文化部有因为即个就是因为出一个就是图文来介绍，就是甲大家教讲这字要安怎写。未来有机会，敢有机会合作？譬如讲，你要出片，阮替你翻译安尼，乌变本人。无问题啊，无问题。你就满足我个人。当然啦，到时有机会再拜托你啊。对啊，因为我感觉讲，若是希望讲，因为蔡家伊今年拍片，就是因为拢有教台语迄寡物件，对，伊就得到迄个母语贡献奖。哦。无你甲你就是后一个。
哦，会使哦，会使因为用哦台语驾车的人真的是嘿啊，无别人人。我讲到车就敢若那想着小事驾车啊。的意思是真的讲用台语来陪车迄种感觉。我拄则有唱过啊。啊，驾车嘿，我想讲拄好才有唱讲，好，所以讲安尼是有机会，安尼无问题。过来等下零件部分，咱零件后一集就会来介绍咯。好，即摆换我，就是想要问讲啊，小师哥之前有一部影片有讲到，当出社会朋友要买车，要安怎做选择。我想要听台语版本的。哦，好哦。基本上吼，薪水3万块要饲一台车，坦白讲有较困难啦吼。我之前拍影片内底其实有讲，咱除非讲吼，即台车是即个你原来已经有欠一寡钱起来啊，对，还是讲吼厝内有帮你出寡钱来买一台车，互你代步使用吼。啊，无你若是单纯你也无存款，啊你。无欠钱就想要买车，无欠钱啊！你一个月阁3万块的即个薪水吼，你想要买一台车，而且要阁甲饲，你想看卖啊？你爱阁停车费，爱阁油钱，爱阁税金，吼！而且我来讲哦，少年人吼，你若等你车买落了吼，你就想要载即个女朋友吼，游山玩水啦，吼，要食物件也都爱带，对吧？带女应该加开外，真大条哦，赚钱吼！你以前学倒仔的时阵，你卖嘛，卖讲要来。环岛要来垦丁，要来倒位，但是即摆你有车，你有法度啊，倒较远你拢有法度去啊。所以你其实即个开销嘛会变真大啦吼。啊，一般我建议讲，除非讲，咱有欠寡钱哦，比如讲来二三十万安尼，也是厝内甲你出遮2、30买一下中古车吼。啊，过来吼，3万块来饲是可以，是可以的，吼是可以的。啊，像3万要饲车，建议就是买啥物种？咱吼拢以一个我来讲这。教大家一个美感，吼，今仔日即个听咱台语台的观众朋友、听众朋友，友好，友好，真正。你真仔吼，你想要买一台车，转来做代步车使用，你着去路看，吼，你个路口吼，较大个路口你徛咧，吼，你徛遐3点钟开始算，你看到倒一台车上济。倒一个牌子，倒一个牌子，倒一个车款路的上济迄种的，你着甲买就对啊。啊，代表啥？第一，伊问题少，对无？第二，伊零件一定有够济。我徛伫咧信义区看到的，拢迄啥物 L 开头的，B 开头的，我买袂。免路的，还是米玲啊因老母迄种的，吼，无啊，你拢要看迄种，袂啦。我来讲，你若认，普通的路其实你若认，无，你不管啥物路口，你甲徛，其实你认真甲算，一定是日本车、国产车是上济。日本车甲国产车。日本的国产车。吼，日本的国产车是较济，嘿，比如讲安尼吼，所以其实你以即个咱看会到的吼，数量上大的落去买，所以吼你一定看到上济啥客运车。对，台北客运车真小吉济。啊，你爱想啊，为什物客运车拢要买即种的？因为较省。对，因为较省嘛，零件俗，问题少。吼，啊，过来一个好照顾的时阵吼，你以后要卖的时阵佫好价。因为逐个有后一个人想要代步车，伊就来接手啊嘛。对。吼，所以即个伊的接具嘛袂遐恐怖啊。所以你其实买即款车，我感觉基本上吼，伊的开销吼袂介大啦。所以是毋是差不多是经1.5？对，咱即马1.5以下。即马差不多是伫个1200cc 到1800cc 即个坎站的吼是上好的。因为税金我记你去当阵影片有算嘛，一年差不多是12000块，伊分2届收，吼，一届是4月收7000几块，吼，一届是7月的时阵收4800块，燃料费，甲牌照税，对，安尼2届分2届收，拢总是差不多12000。啊，譬如讲我敢若欠，譬如讲我5万至10万，啊，但是我一个月嘛3万外，啊，我想讲我先付头期，啊，我后尾贷款。啊，你感觉这敢有建议？分期付款啦，吼。对。分期付款来讲，建议吼，你逐个月爱纳的金额吼，上好是莫超过你的薪水吼1/3至1/4。1/3至1/4莫超过。所以就是譬如讲，3万都袂使超过1万。嘿。吼，你4、7、2、7、5，吼，7500至1万嘛。吼，如果以3万来讲，1/3至1/4就是7500至1万。吼，逐个月你爱纳即个贷款的费用吼，上好是莫超过即个数字。
安尼才有可能吼饲会起。第二点，为什么会即个数字出来吼？其实银行吼，你甲你升学的时阵，信用比的问题，对，伊嘛是安尼看的。伊感觉吼，你听得出来？对，你若超过3支，即阵伊感觉你可能拿袂出来。因为我看有一寡网络顶的迄小朋友啊，小朋友拢想讲，因为车的贷款有车做地用品，所以伊拢感觉讲啊，我还袂出来，我甲车卖掉就好啊，你若像我上以早的时阵，叫卖掉的卖掉佫无够咧，对无？啊，袂使安尼算。所以我感觉讲用你这有头缴，伫咧卖车界头缴的身份来甲因讲，即种贷款的心态是袂当。我感觉小朋友较听会。啊，而且贷款吼，银行一定有利息啊。嘿啊，对无？啊，你等于上，你共买车的时阵，卖你车的人嘛爱趁钱嘛，这是一定爱，无人开店做生意，对无？啊，过来贷款借你钱，伊嘛是爱趁钱啊。所以你若迄个买一台车哦，去用趁伤侪钱的时阵，就代表讲你以后会发生我迄种状况啊，你车卖掉，结果无够用啊。哦，安尼我知影，所以好哦大家嘛是爱算清楚啦，对爱算清楚想清楚才买。我好，安尼我决定啊，袂当匆忙。对啊。无我决定今仔要先休困一下。啊，你搁想要创啥？你搁知影我想要创啥？你卡你做啥？你搁想要看我的尻川啊呀？无想要甲你讲话啊？毋是啊，好，咱就莫讲话，先休困啊。我先来去看贷款的问题。我都知哦。嘿嘿，小师哥，咱先休困嘿。无问题。好啦，就安尼啦。即集的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咱嘛互小师哥小休困一下。听讲，这是我讲的。对听讲后一集要考试哦。对啊，考好倒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教们，来请问。多谢大家努力。驶着好车行人头，你是要无，你家己唱，驶着好车行人头。啊，因为咱若无是，你是讲啥？即嘛是恁比我较紧张就对伊了。最紧张的，我嘛最紧张的。为虾米？我的偶像伫遮，我最紧张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家己加入去花絮内底。哦，不要紧。好啦，好啦，这集时间嘛差不多啊。你这个语气太怪，你这个情绪接不上。你讲好啦，就安尼啦，这集是。这